北市长蒋万安今日出席2日纪念活动，致辞较无1分钟，就抗议团体冲上台底甲抗议。进前呢，蒋万安致辞时就表示讲，伊身为台北市长，深深为76年前发生伫台北市大稻埕天马地磅附近这个吸烟事件，进一步致辞全台湾2日的事件历史伤痛，致上诚恳的歉意。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该停格在某个阶段。换言之，我们人必须不断的反省，不停的挖掘。在我接触的228受难家属当中，就有人反映，他们的亲人仍未得到适当的平反，仍有待新的证据来平抚逝者的灵魂与生者的伤悲。这就是我们从政者的责任。在我担任台北市长任内，我宣誓，我必责成市府团队对台北市228事件的历史材料，将尽其可能的继续挖掘、搜寻，对台北市228家属在现实处境当中的需要，也必尽全力加以照顾、帮忙。虽然我们常说亡者已矣，来者可追，但以228事件的历史伤痛而言，亡者未必已矣，来者仍有可追之处。这或许正是我们必须要正视历史、反思现在、深谋未来的原因。过去，李前总统曾以国家元首的身份，面对228事件，承担了政府所犯的错，并致以深挚的歉意。马前总统亦曾说过，针对228，政府虽然做了不少的补偿工作，但至亲爱人消逝的刻骨铭心感受，不可能因此消失。我们必须更深刻体会家属的心境，对事件痛定思痛，认错改变，重新出发的过程是最好的社会教育，也是最好的人权教育。2位前总统，他们都曾是台北市长，他们深切感受到台北市民之痛，台湾民众之痛，何尝不也是我身为台湾的一份子，台北市民的一份子，台北市长的接棒者心中最大的哀痛呢？身为台北市长，我深深为76年前发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茶房附近的弃烟事件，进而导致全台228事件的历史伤痛，致上诚挚的歉意。所有执政者都应以此为戒。蒋万安强调讲，伊本身嘛无应该忘记228的事件。也毋过，伫蒋万安会师的进前，抗议团体冲上台，蒋万安的身躯边随后将人甲隔开，甚至有人突破人墙冲向蒋万安，场面捌真混乱。蒋万安本人则是被打断致辞，也毋过一直徛伫讲台顶，一直到现场抗议人员被人请离开了后，伊才继续致辞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